蛮复杂啊。当伊打造阿婆总会起8点钟的生茶，到市场行去买长起嘅刺竹竿。好，可以，愈安尼，爱愈做细愈安尼，做迄个哎呀愈下下，竹竿拿起来，拿会个拿起来。阿婆，伊当伊当时几多人？四个。按做哦。嘿，工厂的爱无预留啊，学伊做啊，好嘛？啊，卖几落盐豉都在做。无，卖几落会太，要不要？咱老本人看得出去，好要咩？梗可以提。唔会，不太黑。无好食也係用嘅。也冇说，佢卤唔得。而家同一度，總領界是阿婆做出嘅客家梅。阿家會錄幾久呢？冇按快喲，伊差唔多1禮拜。我1禮拜哦。啊無參跳有解掉咩？冇，呀，一樣用我去燙，你等佢結水唔係，3日都係，濕乾唔係，石乾唔係，油乾唔係，粉乾。做一款乾咧。誒，其他做唔好食。做唔食。誒，你食啊？聽那麼澎湃嘅阿婆，今年77歲，做豬蛋乾最近50年，店內布料到個就啲講係冇人唔啲。今年我是到個金鴨毛，那就係金鴨，要不然煮嘅嘢。係面人都幾本地。今年的有點。有啊。電子哦。電子嗌嗰個第一個阿婆嘅豬蛋乾是幾多年？哦啊，26年咧。當年都會來買。嘿，當年都有，我當年都去買2-30粒。2-30粒。我買送人啊。有千多年後買落嚟幾多貴買幾多貴買嘢？那也是，日本那也是，美國都是哦。你哋20多年啦，男人一南部人晒一嘅係啲啊，佢嚟了，要去都買。是的，大家說你哋啊。都咁說啦。兩個公平。是幾公咩？我是的，就是的啊。對啊。有啊，我是的，就是完全係是的。啱喎，佢花喎，佢花搭乜搞？諗住喎。最後酒，最後豬蛋乾，有啲老主顧出場係90年後控咗，見到公演之前，且對準時來請阿婆報道。其實就不會減頭啊，不是的，唔會炒啊，米是鬼好啊。照料啊。誒，有啲幫照嘅料誒，安尼啦。幫照清好誒。係啦，幫照都最好嘅。要是那個叫，看下都名人亂食的，唔是病的，也唔是病啊，有看過一年的。拿出來拌小。我唔知影講較好食，你到咗嚟買買用嘅好。阿公你有去買有要未？我鹹篤篤未食錢，你鹹篤篤未使錢。按蛤蟆你買嘅是你哋哪裡買嘅？為做出咁樣本已經懊惱嘅好梅水，是冇眼怪，溫度係最大嘅關鍵。前兩日咧，歸納嘅是歸寒嘅時間。啱啊！安尼煮得我啱，唔會過醬啊，唔會切撈，所以會安尼貼貼，對你上所以皮貼嘅皮用嘅，安貼貼，冇發，冇事。誒，那錯嘅那都一點嘅，一寒一快。啊，唔過一寒唔會去煮得我唔會快嘅，一壓都一快，一壓咧填一時一壓都哦，完蛋咧。大埔都做唔得出問題，就去冷天打造出行業來做，還係辛苦。而家嗬見了了嘅嗬，而你喺呢邊過去人做嘅時候，好唔少，好辛苦，好辛苦兩就腳嗰樣啊，好寒啊，唔像人叫暗寒啊，樹呀就會露露粗粗啊，會露露粗粗啊。哦，還有上癮了沒？誒，我一直咩？咩按？看到哥哥可以上癮。咩按呢？
阿婆嘅好容易係家婆傳本機嘅，係那阿婆嘅阿婆很交代，就唔得傳本原因。阿爸也好，我就講，我40歲都拿嚟安尼辦個章啊咧。誒，那錯邊啊！我下雨天啊，從喺樹邊，又唔可以讀到，啊唔可以讀到2歲。咪是冇按學，係喎。送湯係乜㗎？你拍花米啊？唔可以啊！其實太陽係一大日好。對自家嘅豬膽乾，阿婆是係當做善事。哦，嚟吧。講哦。講，做安尼豬膽乾冇簡單呢，你咩按隨便煮嘅都安尼，要隨便用都煮嘅都安尼豬膽乾。哦，我讀清楚嘅，好哇，好，一啲好，一樣咯。蔬菜油吧，蔬菜油。有些人是可以加一点嚟講喎。啱啱我一粒都好好喎。好，認真咯。早知係關注機會來買阿婆嘅豬膽乾，記得是絕對冇挑戰阿婆嘅專業。900，一粒豬膽乾900，917。蘇南第幾路見啊？誒，你唔是頭咧，小姐，來，我吃你可以。來，來看，快多少錢？哦喲，幾多錢啊？970元。安準。哈，真，我有唔準哦。哦，一粒豬膽乾，天太熱，天冷，帶下。我見做安尼傳統嘅烙皮嘅吼，你只要把咩還有安尼技術去做下落去。啊，現在見向上來接啊，吼嘛困難嘅，慢慢嚟放喺度。係啊，熟悉你啊，買個小。雖然阿婆有啲老人家嘅身體，不過熟悉嚟過後，才發現阿婆其實懂得面色。就像佢50年來冇變嘅堅持，做出嘅豬膽乾，日渣，唔單止係對人客嘅心意，還那就佢對自家阿婆動趣味情感。